周末嚟呢度一日遊，近距離同瀑布打卡，深入山洞探險，帶小朋友睇恐龍。你哋覺唔覺得呢個石頭好似三角龍呢？小朋友嚟到一定超興奮。到達園區，一入去就係一個好寧靜嘅湖邊，沿途行上山有博物館、兒童天地、旋轉木馬、碰碰車，仲有好多藝術雕塑可以盡情影相。最出片一定係呢個瀑布，沿住石路行，唔同角度打卡都超出片。呢度奇形怪狀嘅舊洞係2億年前由火山同冰川運動造成嘅，係非常之罕有嘅冰川遺址，其他地方都睇唔到噶。喺山洞入邊，傳說有太上老君用嚟練長生不老藥嘅樹根，冇諗到咁幼嘅樹根居然可以托住咁大嚿石。再深入山洞，呢度咧係涼到好似開咗冷氣咁嘅水簾洞。喺呢度我見唔到美猴王，但係竟然俾我遇到。回程嘅時候可以喺瀑布旁邊嘅涼亭休息下，唔好忘記要坐呢架小火車，同埋留言 GO GO 話俾你知呢度喺邊。